都有好多唔同嘅演出啦、活動啦啊！啱啱做完紀念星波10週年演出嘅第一台，咁啊緊接第二台7月嘅25、26、27日係啦，咁啊跟住就會演出啦嚇。嚟緊8月咧，8月13至到13、14、15、16、17會喺高山劇場由係唐迪生先生嘅作品作品精選。係啦，咁其實我哋咧陸陸續續都仲有好多嘅演出嘅。嗱，譬如嚟緊7月底會有一個旅行啦，大家知唔知啊？知，係啦，而家好多朋友會參加嚇。咁啊嚟緊9月份又有一個旅行啦。竹林愛傳奇將會第3度重演，今次咧我哋會衝出香港，會遠赴韓國首爾演出，非常之好。係啦，多謝大家嘅支持。緊接翻嚟咧，又會再翻到去深圳再演出呢出戲。咁我覺得呢出戲好難得嘅真係我哋有出戲可以創作出嚟，仲係不斷咁樣去翻演不斷咁樣去到唔同嘅地方演出。咁其實我覺得對於我哋或者對於香港粵劇界嚟講，都係一個可喜可賀嘅事。同埋多謝大家嘅支持，大家會唔會跟我哋一齊去韓國演出啊？會係咪？係啦，咁啊，其實我亦都要多謝我哋藍天藝術戲迷會嘅朋友。咁佢哋好多時候咧，好多活動佢哋都係自發組織嘅。譬如7月嘅旅行團啦，9月韓國嘅旅行團啦。咁其實我哋有咩演出，佢哋就會真係好積極咁樣去，好熱心、好熱情咁樣去組織一啲支持嘅活動，不辭千里咁嚟支持我哋。所以我同我哋企喺度，多謝你哋。多謝晒，衷心感謝大家嘅陪伴。仲有喎，阿雅琪啊，你哋做戲玉面向雨咧，就要購票重速，咁啊購票重速咧就要聯絡南媽噶啦嚇，係咪？電話係幾多啊？電話係幾多號啊？51988632。51988632。好啦，咁啊借今晚機會咧，我要講即係少少嘅資訊。因為咧，大家平時訂開